佘詩曼微博之夜攞獎當晚閃低，四封事後優雅起身，專業素養封神。2月5號晚微博之夜盛典，星光熠熠，群星雲集，最受矚目嘅莫過於佘詩曼。靠住新聞女王2第4次攞到 TVB 視後嘅佢，以特邀嘉賓身份出席，唔單止靠住女王 look 驚豔全場，仲成功攞到年度實力演員大獎，事業再上一層樓。點知估唔到，榮耀加身嘅當晚，佢竟然喺台下意外閃低。更正嘅係，閃低之後佢秒速調整儀態，從容微笑起身，全程冇慌亂，網民狂叫：呢個先至係老戲骨嘅專業素養。講起佘詩曼，絕對係 TVB 黃金時代嘅天花板級藝人。出道20幾年，佢靠紮實演技同低調作風圈粉無數。今次四封事後，直接創下 TVB 史上首位四封事後嘅紀錄，含金量十足。新聞女王2播出之後爆紅全網，佘詩曼喺劇入面飾演嘅核心角色氣場全開，將職場女性嘅堅韌同智慧演得入木三分，靠呢波神級演技，輕鬆攞到事後殊榮，事業再迎高峰。其實佘詩曼早已經紅遍兩岸三地，早幾年靠延禧攻略嫻妃一角徹底打開內地市場，將港劇演員嘅專業功底展現得淋漓盡致。之後佢就開始兩岸兩邊走，兼顧香港同內地嘅工作，影視、綜藝、品牌活動全面開花，成為兩岸文娛圈嘅代表性藝人。今次受邀出席微博之夜，就係對佢人氣同實力最好嘅證明。作為內娛頂流盛典，微博之夜嘅紅毯向來都係藝人鬥靚嘅戰場。佘詩曼當晚直接殺瘋咗，佢着住一身女王款禮服亮相，剪裁得體嘅款式勾勒出優雅身形，精緻妝容襯埋大氣髮型，溫婉中帶住強大氣場，一出場就被媒體同網民封做紅毯女王，隨手影一張都係封神級美相。紅毯經驗仲未完，內場頒獎環節仲有驚喜。佘詩曼靠住20幾年嘅紮實積累，成功攞到年度實力演員獎項。呢個榮譽唔單止係對佢過往作品嘅肯定，更印證咗佢跨區域嘅超高認可度。要知道，而家娛樂圈新人輩出，競爭激烈，佘詩曼可以一直站穩陣腳，靠嘅就係實打實嘅演技同永不鬆懈嘅專業態度。2月6號，佘詩曼特意喺微博分享咗微博之夜嘅靚相，配文簡潔真摯，滿滿都係對呢個榮譽嘅感恩。相入面，佢有紅毯上嘅女王氣場，亦有攞獎時嘅莊重，仲有內場換咗黑色晚裝嘅優雅模樣。每張相狀態都勁正，笑容溫婉從容，睇得出攞獎之後嘅喜悅藏都藏唔住。呢條微博一發布，瞬間引爆全網，點讚轉發量暴升，粉絲同網民紛紛留言祝賀實至名歸，不愧係四封事後氣場全開勁正。相關話題直接衝上熱搜，熱度高到落唔嚟。點知估唔到，就喺呢份喜悅仲未退去嘅時候，一段佘詩曼閃低嘅短片，再次將佢推上熱搜頂峰。2月6號，有網民喺社交平台發佈咗一段短片，標題直白寫住佘詩曼女神不小心閃低咗，配文提醒女藝人着高跟鞋一定要小心。據悉，呢段短片係網民當晚喺微博之夜內場台下揸拍嘅，冇剪輯冇濾鏡，真實還原咗佘詩曼閃低嘅全過程，畫面驚險又令人揪心。從短片入面可以清晰睇到，當晚內場人聲嘈雜，人來人往。佘詩曼着住禮服，踩住纖細尖跟高跟鞋，行緊路嘅時候不小心腳頭一軟，瞬間失去平衡跌坐喺地上。閃低嘅時候仲發出清晰嘅聲響，場面十分驚險。身邊嘅工作人員反應過嚟想扶佢，奈何閃低速度太快，趕唔切扶住佢。最令人驚豔嘅一幕嚟咗，佘詩曼跌坐喺地上之後，冇絲毫慌亂，亦冇露出痛苦表情。被工作人員扶起嘅瞬間，佢第一時間整理好身上嘅禮服，塊面即刻露出從容嘅微笑，全程保持優雅儀態，冇一絲狼狽。就算閃低，都依然係嗰個氣場全開嘅佘詩曼。其實細心諗下，佘詩曼閃低都可以理解。當晚佢着嘅禮服唔單止厚重，裙擺仲好長，襯埋嘅高跟鞋又係纖細尖跟，長時間企住行緊路，隻腳早就承受住巨大壓力。再加上內場人多，視線容易受影響，多種因素疊加，先至導致咗今次意外。識得娛樂圈嘅人都知道，女藝人出席大型盛典，
幾乎都要喺形象同舒適之間做選擇。為咗呈現最佳視覺效果，就算高跟鞋磨腳、禮服笨重，都要硬撐全程，時刻保持最佳狀態。佘詩曼今次嘅意外，亦都讓更多人睇到藝人光鮮亮麗背後嘅辛酸。呢段閃低短片曝光之後，全網瞬間沸騰，網民嘅反應出奇一致，一邊心疼一邊狂讚。好多網民留言話，睇到佢閃低嘅瞬間心都揪實咗，驚佢膝蓋、腳踝受傷，紛紛詢問佢嘅身體狀況，催佢好好休息，注意安全。更多網民則被佢嘅專業素養圈粉，不愧係老戲骨，閃低都咁優雅，專業素養拉滿，秒速調整狀態勁正，呢個先至係藝人應有嘅樣子，就算突發意外都可以保持儀態。大家都話佘詩曼嘅呢份從容同淡定，唔係裝出嚟嘅，而係20幾年演藝生涯積累落嚟嘅底氣。其實呢已經唔係佘詩曼第一次遇到突發狀況啦。早幾年拍戲嘅時候，佢就曾經因為過度勞累閃低，下巴留低咗永久性疤痕。仲有一次吊威亞受傷，導致腰椎、脊椎側彎，但每一次佢都從容應對。受傷之後休息一段時間，就即刻投入工作。呢份堅韌早就刻喺佢嘅骨子裏。截至2月6號傍晚，佘詩曼本人同經紀公司都仲未就閃低事件作出回應，亦都冇透露佢有冇受傷。但從佢當日發佈嘅微博相睇嚟，佢嘅精神狀態極佳，完全睇唔出受咗影響。估計今次閃低應該冇造成嚴重傷害，呢亦都讓擔心佢嘅粉絲稍稍鬆咗口氣。業內人士亦都忍不住誇讚佘詩曼閃低之後嘅應對，就係成熟藝人嘅最佳範本。大型公開場合，藝人嘅一言一行都被鏡頭盯着，一旦慌亂狼狽，好容易被無限放大。而佘詩曼可以瞬間調整心態，維持儀態，既安撫咗身邊嘅人，亦都展現咗自己嘅專業。呢種能力唔係一般藝人可以擁有嘅。回顧佘詩曼嘅演藝路，從1997年香港小姐季軍出道，到而家成為4封視后，兩岸知名實力派，佢一路行嚟並唔順利。出道初期，佢因為演技稚嫩、聲線特別，遭到好多質疑，但佢從來冇放棄，靠住不懈努力打磨演技，從清潔新人成長為戲骨。祝君好、以純、釘姐、嫻妃，每個角色都深入民心，跨年代被觀眾喜愛。近年嚟，佘詩曼一直喺拓展自己嘅演藝邊界，一邊堅守 TVB 拍港劇，一邊深耕內地市場，唔單止帶紅咗新聞女王系列，仲為兩岸影視文化交流出咗力。今次微博之夜攞到年度實力演員，就係對佢跨區域演藝成就最好嘅肯定，亦都證明咗佢嘅影響力，就算出道多年，依然可以穩坐頂流位置。今次微博之夜嘅閃低事件，雖然只係一個小插曲，卻讓大家睇到佘詩曼不為人知嘅閃光點：專業、從容、堅韌、優雅。而家娛樂圈流量當道，好多藝人靠話題博眼球，而佘詩曼始終低調踏實，專注喺作品同演技上，靠實力贏得尊重。呢份堅守喺而家嘅娛樂圈真係十分難得。未來相信佘詩曼依然會繼續堅守初心，深耕演藝領域，兼顧香港同內地嘅工作，帶給大家更多優質作品，繼續塑造更多經典角色。亦都希望佢喺忙碌嘅工作中可以好好照顧自己，多加注意安全，勞逸結合，繼續以優雅從容嘅姿態，活躍喺兩岸演藝舞台上，續寫屬於佢嘅傳奇。